歡迎來到 Python Analytics 課程介紹。大家好，我叫漢士利，我從事過金融業、證券、保險業、資訊科技，其後這些行動都融入數據分析和程式元素。本課程包含以下模塊：Introduction to System Design and Python Introduction to Python, Statistics and Algebra for Data Analysis, Advanced Python, NumPy。點解呢個課程重要？通過這門課程，你將獲得完整的數據分析基礎，提升Python技能，以應對業界挑戰，讓你在數據分析領域中脫穎而出。準備好開始你的數據分析之旅了嗎？立即報名，開啟你的數據分析之旅。